那一首歌是叫做《没有我的世界》，第一次在外面做表演，也是对这个处女秀就献给了女点，还不错吧？还不错的时候，后面那个穿黑色衣服的要拍手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待会再带来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。这首歌曲因为那个朋友有来啦，然后因为我觉得他说这首歌很好听，然后我觉得我以为他不会过来，那但是我觉得他来了，我就唱这首歌送给他，也送给大家。这首歌叫做《乌鸦的声音》，对，很奇怪吧？这首歌为什么叫《乌鸦的声音》？因为这曲子它的那个阿美族的谐音啊，然后就说把它翻译成国语叫做乌鸦的声音啊，它里面就前面会讲话，就会开唱会有一个乌鸦的，所以叫乌鸦的声音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这最后一首歌唱给大家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对，我们就到了这边。那再跟大家说，因为我再自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乐团最后一次在这边表演。那个名字啦，因为名字要换了，不是说不会表演的，他比较紧张，那看到有错愕感。因为以前我们都叫拉卫士，这个名字是我用我的名字去取这个乐团的名字，因为基于那个就是一个是名字太长是不是？不是啦，就是因为要改那个团名，拉威士的名字可能就在今天晚上，也是最后一次在
那个表演的那个场合用这个名字，然后出现的时候会叫做拉烂，拉烂的意思就是叫做路方向的意思，阿美族里面，然后它就是有一个方向，对，就是我们会继续往音乐创作这个方向前进，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支持，我们叫做拉烂乐团，谢谢。